要先教大家一首经文歌，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敬拜诗集里面也有啊。好，这首歌的出处在这里，出埃及15章11节，然后在我们的诗歌集183，他们给他的诗歌集183，好，请大家翻一下183啊。这首歌，如果假设我们没有带诗歌本的时候，其实拿圣经就可以唱啊。这个在出埃及记15章11节，我们今天一定出埃及啊，没问题。183哈，我们今天一定出得了埃及记，没问题，好不好？放心哈。好，我们一起来唱183。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来学这首诗歌，一起来唱，对，来。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再次来。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好，这首歌的背景是这样，各位知道上次我们讲到出埃及，最后的时候讲出埃及，对不对？各位觉得出埃及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你要逃跑的时候，后面一定会有什么追兵啊？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摩西就在这个海边就举起手来，把杖举起来，然后红海就分开成了一条道路，他们就经过。然后等埃及的军兵追来的时候，追到一半，他们就进到这个海里面。后来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过海了之后，手一举起来，海又合回来了。所以整个埃及的军队全部被灭在这个红海的里面。所以以色列人为了纪念这个事情，这个摩西为了纪念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写了一首诗篇。那刚好这一节就在这个出埃及记15章11节。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好，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有多神的概念啦。千万不要以为那时候他们已经有独一神的概念，其实还没有，因为他们看过埃及有很多的神明，但是这些的神都不能够跟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相比。所以他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啊，好，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去体会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感受跟心境啊。好，我们来唱这首。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一起唱对，来。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
感谢你，你是独一的上帝，并且众神之中没有一个可以像你的。谢谢你，你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的上帝，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更多来认识你，更多来晓得你，更多来明白你的心意，并且能够走在你的心意中，像以色列人他们走出这个埃及，并且进入迦南地的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还是一样，上课前还是要复习一下这个圣经的目录啊，所以请大家一样翻到我们的这个诗歌本的第1页。好，我们要来这个唱一次这个圣经目录歌啊，增强大家的记忆啊。我们的明德兄来了，太好了，对，非常好。对，所以明德兄来了表示什么？我们都要奋起，对不对？对，80岁的那个老同学都可以来上课啊。好，我们来唱圣经目录歌，请翻开这个诗歌本第1首的左边，圣经目录歌哈。好，我们来唱下面这个比较完整的圣经目录歌。好，我们一起来唱下面这个圣经目录歌，一起来唱对，来。创世纪出埃及，利未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士师录的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以斯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和西阿书，约阿摩斯巴底亚书，约拿米迦那红哈巴谷，西番雅哈该书，撒迦利亚马拉基书。这个是旧约啊，好，我们来唱新约啊。下面这边哈，新约，而且唱对，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希伯来、雅各、彼得前后书、约翰3书、犹大启示录。好，所以我们如果会把这一首歌背起来的时候，其实考试也算作弊了啊！唱这首歌大概就可以写出所有的圣经目录。好，为什么圣经目录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在翻圣经给别人看的时候，最少我们要知道它在哪里。不一定我们可以背得起来，但是你要知道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啊，所以需要背圣经目录是必要的。那以前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电子设备的时候，通常牧师都是带着一本圣经，然后在台上讲道。但是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就跟不上。他跟不上为什么？因为不知道那一卷书在哪里，所以有的要翻到目录，再去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搞不好已经讲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目录的话，就很容易可以翻到正在讲的那一段的圣经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在翻阅圣经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当然现在有电子这个方式可以处理了啊，所以就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那个慌乱。但是也要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啊，它是在哪一卷书，至少知道它是旧约还是新约，或是他知道怎么样的地方出现的地方啊，这个都要先清楚。好，到这边可以吗？对于圣经目录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圣经目录我们几乎每次都会复习了啊，所以应该会比较清楚了。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要进到正题了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创世纪跟出埃及记，好，复习一下。
律法书有5卷，5卷书就是摩西五经，也叫做妥拉。好，它的5卷书的书名叫做《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好，这5卷书为什么叫摩西五经？因为是摩西写的，所以叫摩西五经啊。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上完了《创世纪》跟《出埃及记》。好，那我们来补充一下《出埃及记》的地方哈，请大家把这一节经文写一下哈，《出埃及记》12章36节。出埃及12章36节，好，如果写下来之后，请大家翻到这个地方，出埃及12章36节啊。好，翻到之后，我们请大声的，我们来把这一节念出来。从出埃及记12章36节，好，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起念来。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好，到这边哈。好，这里是什么样的背景？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这些埃及人是拜托你们赶快走，所以他们把钱、把所有的财物都送给他们，甚至牛羊都送了，然后说。你们怎么样就赶快走就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长子被击杀，所以他们认为这一群以色列人是带来灾害的灾星啊，所以叫他们赶快走。然后赶快走的时候，他说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给夺去了。好，本来是这些财物是属于埃及人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出门的时候，顺道把埃及人的财物给怎么样拿走了。好，为什么特别要举这一节？因为今天在那个群组上面，这个我贴了一个贴图，上面写说文化预备人认识福音。好，那很多人就问说，那文化预备人认识福音是什么意思？其实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知识、文化，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世上一切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为上帝所使用。所以基督徒应该要善用上帝所给的这一切，每一个民族或文化里面的这些的知识、财富，能够好好的去使用它，让这些的知识跟财富能够得到最好的运用。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不要浪费上帝所赐的这一些的机会。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当奴隶的，他们本来是没有钱还要工作，但是现在他们有机会可以把埃及人所有的财物全部带走，所以包括什么？包括他们的知识、文化，或是他们的艺术，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带走。好，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人叫做彼得·魏格纳，这个人哈，他讲过一个东西叫做7山策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7山。好，7山策略，什么叫7山策略？7山策略就是基督徒应该在每一个顶峰上，能够站在那个顶峰上来带领那个方面，或是带领那个区块，能够成为那个区块的顶峰，来带领这个文化的走向。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这里面包括什么？他说包括艺术。还有商业，还有什么？还有教会，媒体，教育，家庭。还有政府，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就是你在我们的生活文化中的每一个层面当中，都能够站在那个顶峰上，
然后产生影响力，你自然能够带动这个社会或是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能够朝向往这个好的方向来走。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原则上当然是指基督徒应该是要往好的方向走，但是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基督徒可以做些什么？当你在各个领域的时候，你能不能在那个山上，在那个顶峰上，能够成为那个 top， 以至于你能够带动那些的地方比如说在艺术层面上，在商业上面，在教会界里面，在媒体里面，在教育里面，在家庭的当中，在政府单位里面，你能不能够带出那个顶峰的样式？以前早期基督徒应该是要在那个位置上，他是带领整个世界的走向，带领整个风潮的。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已经是被影响了。基督徒的影响力越来越少，但是社会跟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甚至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用这个比喻不是完全很恰当，但是容许牧师用这个比喻。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个同志那个就是同性恋者他们拍的影片，跟我们的这个叫做基督教拍的那个反同的影片，你会发现这两个影片里面，你会选择哪一个？说穿了，如果是以我看的话，我自己觉得我看的话，反而我会觉得同志们他们拍的那个影片真好，而且我会同情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影片会让人感动。可是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拍的那个反同的影片，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古板、很死板，然后没有，就是只有教条性的说话，但是没有让人可以感动的感受。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失去了什么？光这个同志的事件，我们已经失去了在政治上面、家庭、教育我们也输了，媒体上面我们也输了还有艺术层面这个东西，我们都几乎都输掉很多的层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带出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方向跟方式。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个叫做家庭事工里面，或者在学校里面那个彩虹生命教育有没有？几乎没有办法进去了，反而都是什么？都是同志进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山头已经被占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各行各业里面，但是我们在各行业里面，你有没有成为那个地方的山头，成为那个地方的影响力，而不是被带着影响？这个是我们可以需要去反省。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是掳掠埃及一切的财物出去的，所以表示什么？埃及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让以色列人使用。那我们能不能够去运用这个世界或是这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东西呢？所以包括比如说哲学上面、学术方面的，我们能不能够带出影响力？还有包括艺术方面，我们能不能带出一些影响力？媒体能不能带出一些影响力？还是所有的人他们只有看那些叫做越来越往下走的那个影片，或是越来越往下走的文化？所以，当世界在黑暗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有怪世界黑暗。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光没有显出来，光要放在灯台上，不是要放在楼底下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把这7个山头可以站回来这样表示我们掳掠了埃及一切的财物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出埃及我们要出来了要出埃及了好，出埃及看过之后，我们要进到另外一卷新的书，请大家看一下，下一卷书叫做《利未记》。请看你的课本《利未记》。好，《利未记》请在它的旁边写一下，叫做祭司操作手册。什么叫做祭司操作手册？利未是祭司的支派，那怎么样去成为一个祭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做祭司操作手册。
怎么样成为一个祭司，如何去献祭，这个就是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的东西啊。好，利未记，我们刚刚讲到利未这个支派，它的名字是这样，利未记啊，利。好，利未记的名字，这个叫利未记。好，那以色列人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担任祭司？只有利未人。好，他的这个叫利未啊。好，为什么利未会担任这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各位看创世纪，其实它就隐含了有一个意思。各位知道利未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知道吗？请看一下创世纪29章34节啊。对，创世纪的29章34节，他的妈妈叫做利亚，然后利亚跟这个因为跟先生这个相处怀孕了之后，她觉得她生的这个孩子应该可以跟先生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她叫做利未。利未有这个意思，叫做联合的意思。有看到吗？啊，创世纪29章34节，他说他的先生跟他有什么联合，对不对？联合的意思就是利未，所以其实利未的角色是什么？他是一个联合者，他是一个联系者的角色。但是各位知道，你身上穿的衣服搞不好有这个东西啊。各位知道有一个品牌的牛仔裤叫 Levi's， 有没有？有听过这个品牌吗 ？Levi's， 为什么叫 Levi's？ 那个发明的人他其实是以色列人，是利未人，他的名字里面有 Levi's，Levi's 是那个利未人的意思啊。所以你穿那个牛仔裤的时候，要记得那个人叫利未啊。好，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期，他们曾经被打散，所以有一批犹太人，他们曾经到中国这边来。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到中国去旅游的话，在中国的开封，知道在哪里吗？那个荷兰没有那么远，开封是在那个河南，对，河南，不是荷兰，河南，好，开封在河南。那开封市里面有一条街叫做以斯乐业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哈，以斯乐业，知道它的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以色列街，以色列街，以斯乐业街。台湾有没有类似这个？有啊，台南有一条街叫做开西街，那条街其实以前叫做化西街。化西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宣教士他们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人拿粪拿那个尿泼他们，所以那个叫化西街。当然是因为化西街不好听，所以叫做看西街。好，那开封有一条这个以斯乐业街，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大概都居住在那个区域里面。那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天主教的宣教士，一个神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人，叫做利玛窦。利玛窦这个人曾经去这边，要去寻找失落的那个10个支派里面的人。但是很可惜，后来他们这一群人已经同化了，被汉人同化了，所以他们的脸孔各方面虽然还保留一点那个外国人的样式，但是他们的生活各方面已经被同化了。所以后来天主教有特别去关心过这个区域的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后代，他们连律法书都已经散失了，所以就知道汉人文化多厉害，他们已经把这个
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区的文化给吃下来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对这个历史让大家知道一下啊。好，利未记，请大家看一下，在33页这里的背景。好，背景它是在出埃及的之后，出埃及是建立会幕做结束，对不对？然后会幕立起来之后，开始的时间就是这个利未记了，就是开始要设立祭司了。所以祭司操作手册就是刚刚讲的，祭司怎么样去当祭司，就是透过这个利未记去做了解啊。好，请大家看一下，在利未记里面有几个记是我们常常会读到或看到的，请大家看一下，在34页这边，我们通常说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献祭有5种祭啊，请大家看一下34页这里，好，5种祭有哪5种祭？请大家看一下5种祭，分别是第一个叫做燔祭，好，燔祭；第二个叫素祭，好；第三个叫平安祭；第四个叫赎罪祭，好；第5个叫赎愆祭。所以通常这个叫利未记中的5个祭，啊，5祭就是这个利未记里面出现的5个祭。好，那各自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请大家就稍微自己看一下。但是通常燔祭是比较一般性的献祭啊，所以一般性的献祭就是百姓要向上帝献上感谢祭或感恩祭的时候，一般的感恩或是感谢，有点像我们的一般奉献。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会有收奉献，对不对？一般奉献就是属于类似像燔祭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今天想到我要感谢上帝，所以我就把我们家的牛或是羊就给这个祭司先去，然后去烧掉。然后这个献祭是叫燔祭的意思，是烧掉的意思。燔就是烧啊，所以它是整只全部要烧掉的。好，所以这个一般的献祭是全部要烧掉的啊。然后它的，请注意这边哈，他说祭牲的皮要归给祭司，所以把这个肉切块之后，把皮给祭司，然后肉就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所以祭司当时是穿得很好，他们都穿皮衣哈，因为他们都有很多皮可以用。好，所以这个一般的献祭就是这个燔祭。好，然后素祭，请大家看一下素祭，它这里特别提到是5个祭当中不流血的祭，有看到吗？好，那这个叫不流血的祭，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摩西律法里面说这个叫做至圣的祭。也就是它是最圣洁的祭物，它是不流血，而且是最圣洁的祭物。所以这个打破各位以前的认知。各位知道创世纪里面有一对兄弟，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对不对？很多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把它解错了，解错什么？他说上帝喜欢吃肉，所以悦纳这个亚伯的献祭。上帝不喜欢吃素，其实这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素祭在这个5个祭里面叫做至圣的祭，它是最好的祭物。但是它同时是什么？就是你要把初熟的，圣经上说你要把初熟的祭、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这个叫做素祭。所以意思就是我的家里面生产的最好的东西，第一批我就送到这个帐幕这边、会幕这边来，然后让祭司代替我去献祭。好，但是它不是全部烧在那个祭坛上，它是什么？取一部分，比如说这个面粉，细面的面粉，它取一部分，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祭坛上，或者这个盐跟这个上面的这个香料然后一起烧掉，所以它是无效的跟那个没有蜜的这种掺杂的这种细面烧在这个上面，所以意思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所以素祭它代表的是一种对上帝的一个感谢跟感恩，
或者是我的出熟的果子在上帝面前的献上，然后剩下的给谁？给祭司。好，所以意思是什么？我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然后取一部分，祭司取一部分在这个祭坛上烧完之后，把剩下的全部都是由祭司他们来接收跟处理的。啊，所以一般的这个素祭是这样的一个功用，素祭是在献出熟的果子的时候所使用的，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上帝。这个也让我们做一点反省，就是我们在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给上帝，还是把次好的给上帝？啊，这里说出熟的果子是最好的，要献给上帝，而不是把这个家里面不要的，或是甜甜的那个一些东西甜甜的，然后再献给上帝。所以很多时候，请容许牧师讲这个比较重的话，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收那个叫二手品，知道吗？啊，不是出手的，都是二手品，就是家里面我要换冰箱了啊，教会靠需要我来上我教会，或者电视要坏掉了啊，电视我要换新的啊，送来给教会，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你要跟上帝要最好的祝福，但是你却给上帝是次好的东西，这是很不好的，啊，很不好，这个要做一些反省啊。好，第三个，这个就很有趣了，叫平安祭。这个比较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奉献的哪一个部分？叫做感恩奉献，知道吗？感恩奉献啊，好，请大家看一下，它是象征什么？献祭者要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有没有？这个第二点有没有？象征献祭者愿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然后分成什么？感谢祭、还愿祭跟甘心祭。所以表示什么？今天我如果有一件事情啊，我如果非常的好，然后这个上帝给我祝福，比如说我突然间中了乐透，或者是那个奖券中了，或者是统一发票中了啊，我要把这个感谢献给上帝，这个叫感谢祭。然后还愿祭是什么？我在上帝面前许愿啊，上帝啊，请保守我，让我可以考上啊这个某某学校哦，考上了，那我要跟上帝还愿，那我就献上这个叫平安祭。好，甘心祭是什么？我甘心乐意的愿意献上感谢的祭，比如说，我觉得我一切都非常好，非常的蒙上帝的祝福，所以我愿意这样交给上帝，这个叫甘心祭啊。所以这个地方的祭物叫做平安祭。好，平安祭，请看到它这边平安祭有几个东西要去注意的，它不是把肉给烧掉，不是，它只有烧掉什么？它只有烧掉脂油，还有腰子啊，所以腰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去柬埔寨被人家拔腰子啊，腰很重要啊，对，啊，所以脂油跟腰子啊，这个是献给上帝的。那剩下的肉给谁？所以为什么祭司其实都会吃得肥肥的？因为祭司吃很多肉啊。好，所以平安祭的祭物是献给这个献油脂跟腰脂给上帝，然后其他的是给祭司吃的。好，再来我们看赎罪祭这边，赎罪祭这边也是类似啊，其实赎罪祭跟平安祭有点类似，它也是只有烧油脂跟腰子啊。好，所以它这里有分成两个，第一个叫做祭司或全体会众赎罪，表示所有的人一起，连祭司一起的时候的赎罪的话是什么？把脂油跟腰子烧在祭坛上，然后剩下的皮跟肉都拿到营外，就是拿到那个城外面，或者是拿到这个他们的以色列营以前还在旷野的时候，拿到营外去全部烧掉。好，所以油脂跟这个腰子是全部要献给上帝的，是献在祭坛上的，这个是赎罪祭。好，那如果是祭司帮官长或者是一般的百姓赎罪的时候是怎么做？一样，把脂油跟腰子烧在祭坛上，然后剩下的皮跟肉是祭司得到的。所以为什么刚刚讲的祭司其实还是吃的肥肥油油的？因为他们吃很多肉啊，吃很多那个好吃的东西。因为当时的肉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获得。
啊，所以我们需要去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跟我们现代不一样啊，不一样。好，各位如果有机会去那个中国大陆里面玩的话，如果有机会去到蒙古区啊，蒙古人在的地方，因为蒙古人现在还是在游牧民族的这个环境里面，或者他们只要去蒙古区他们那边旅游的话，据说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平常不太吃肉，所以会杀牛羊其实是要给贵宾吃的，所以他们通常会这样，就是杀了牛羊之后，然后让客人在这个帐篷里面吃，然后主人要避开。主人为什么要避开？主人没有跟客人一起吃饭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是我养大的牛或羊，所以我很这个伤心，我很为了招待贵宾的缘故，所以我把我的牛羊给杀了，所以我把最好的给宾客，然后我舍不得，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看到我的牛羊在那边被人吃掉啊，所以他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概念在。所以要想象说，其实以前不是我们想象中说真的叫做牛羊是每天都在吃的，不是。他们其实是只有招待贵宾的时候才会杀牛杀羊来吃的。好，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每天都是吃牛肉吃羊肉，不是这样。牛羊是招待贵宾才吃的啊。好，然后赎罪祭是向神求赦罪赎罪的啊，所以这个35页上面有没有赎罪祭是承认自己向神犯了罪，求神赦免的一个献祭。好，那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因为要跟下面这个赎愆祭做区别。好，请看一下赎愆祭。赎愆祭它其实跟赎罪祭内容差不多，但是它的一个是对上帝，我得罪上帝了，那么我献赎罪祭；但是我如果是得罪人的话，就是献这个赎愆祭。好，请看一下这个赎愆祭这边第二点，他说为了承认自己向人犯罪，愿意赔偿所还的亏欠，并且求神的赦免。好，所以赎罪祭是我得罪上帝的献祭，赎愆祭是我得罪人的时候的献祭。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然后请在那个赎愆祭下面写上一个一般多加1/5。为什么叫做多加了1/5？赎愆祭是我得罪人的时候，我要赔偿给人，好，所以我要在那边献这个赎愆祭，但是我要同时多加1/5，表达我对这个受亏欠者的赔偿，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这1/5也不是给那个当事人哦，不是还给那个当事人，这1/5给谁？还是给祭司？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表示说祭司代替这个人接受我的一个认罪，或是接受我的一个对人的亏欠。所以祭司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祭司代表一个接纳跟接受的一个代表者。所以祭司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多加1/5？表示我亏欠了。比如说今天如果我帮这个文曲这个看守某一个东西，比如说那个新的相机，我帮他看着，糟糕了，结果万一我不小心掉了，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那么我要做什么？要赔偿他的损失，然后还要献这个赎愆祭，还要多加1/5给祭司，表示一个认错的一个代表。所以赎罪祭是献给上帝的，赎愆祭一样献给上帝，但是是表达一个认罪跟反省，说我没有好好的这个照顾你的东西的这个亏欠的部分。所以这个是赎罪祭跟赎愆祭的一个差别。好，到这边可以吗？好，请看一下祭司的那献给上帝的，上帝也不会下来吃啊。那最后献给上帝的东西去哪里了？好，请看一下那个赎罪祭这边有没有？
他是把油脂跟这个腰子献上，对不对？然后剩下的给谁吃？第二点有看到吗？祭司啊，对。那献给上帝的东西呢？那就是脂油跟那个腰子烧掉了嘛，然后剩下的肉、剩下的皮就是给祭司喽。所以由祭司来代表接受这个认罪的礼物。它烧掉是烧光光哦。烧光，对，烧光啊。不是烤肉。烤肉，对，每一天都闻到烤肉味。对啊，我以为是烤熟而已啊。没有，不是烤熟而已，是全部要烧掉，全部要烧掉。啊，好，这个你可以看那个创世纪里面，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献祭给上帝，然后圣经上形容说，上帝闻到那个馨香的味道，他就，其实那个代表一个拟人化，就是表示说啊，他很甘心的献上一个祭物，然后上帝就悦纳了这样的一个接受这样的祭物，所以不是真的上帝下来吃它，不是这个，千万不要误会了。对啊，如果下来烧不要误会了。不要那些东西怎么办？对。那像现在那个中原大概，他们烧的神也会吃啊，最后不是人吃掉。对。好，那这个中元节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部分的东西了啊。其实要了解说，以前为了照顾穷人，为了让穷人一年当中有时间可以吃饱，所以其实中元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各位知道现在的中元节的这种东西是谁弄下来的吗？以前明朝的皇帝，这个开国皇帝叫做朱元璋。好，那朱元璋为什么要弄这个？因为他以前当过乞丐。那他们乞丐通常都做什么？人家那个祭祖完了之后，他们就去偷偷的去吃人家，或者是人家不要的丢的，他们就吃。所以其实这个是他们的以前的那种社会福利，让穷人可以有机会吃饱。你最少一年当中有机会可以大吃大喝嘛，啊，所以把他后来就有人说啊，这个是好兄弟来吃，其实不是，是真的好兄弟的，就是那些乞丐啊、穷的人，他们可以去吃。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很丰富了，所以其实真的，可是也要让大家知道，其实那个疯抢那个东西，会让人感受，就是这些人是怎么的吗？为什么你家里其实有缺饼干吗？你家里有缺这些东西吗？没有，可是好像那种抢东西是人性里面的那种感受，那种罪性会在里面。哇，抢东西啊，收很多那个饼干糖果。真正这些东西应该是要给谁？要给贫穷的人，要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丢给那个大家去抢那些东西，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要做一些的反思啊。所以基督徒常常要给自己有反省，我做这个是为了什么？这个为了什么？好，35页，祭司要这个当大祭司不是随便去当的哈，大祭司要承接圣职的时候，有点像我们现在叫做按牧礼拜啊。按牧礼拜要做些什么？他说，这个亚伦要上来做大祭司的时候，摩西要先帮他抹油、献赎罪祭、燔祭、平安祭这些，由摩西代表这个来献祭，为这个亚伦来献祭，然后等这个祭司上任之后。B 有没有看到第二点的 B 大祭司的献祭工作？他说亚伦要先替自己赎罪祭，还有献燔祭，然后再替百姓献赎罪祭跟燔祭，还有平安祭。所以要上任前，这个大祭司要先接受赎罪祭跟这个平安祭还有燔祭，然后他上任之后再献这些东西，为百姓为他的百姓来献祭。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按牧礼拜的一个做法。好，然后 C， 请看一下这个 C 祭司应守的规矩，这里面特别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火，有看到吗？好，反火是什么？反火就是一般用人为的方式去点的火，比如说像，用火柴啊，用那个打火机啊去点的那个叫反火，就是人为的去做的。那什么叫做不是反火？是给这个一般在祭坛上的火，
祭坛上的火通常不是叫做人为去点它的，就是用比如说，也许类似像森林大火里面的那个火炭，把它取下火种之后，放在这个上面，表示不是人为的火，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或者是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那当然有可能是打雷了或者是烧起来那个状态，所以后来用那个火来放在祭坛上，不是用人为去钻木或者是去打出来的，用火石打出来的，表示献祭不是人为的，是献祭是用上帝的方式来做，不是人为的方式。好，其他的部分请大家就自行看一下另外，当时的人他们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这个羊皮或者是动物的毛皮做的衣服，只有祭司才会穿细麻布的衣服。那细麻布衣服是为什么祭司穿细麻布衣服？因为细麻布比较通风，所以表示祭司的献祭或是祭司的工作不是劳力的，献给上帝的这样的工作不是劳力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常常提到说，这个传道人或是牧师很辛苦很累，其实不是正常状态。献祭给上帝，其实祭司应该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它不是一个劳力的工作所以这个有时候看这些东西，要给自己有一些的反思，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跟以前上帝给的那个规定是不太一样的。好，36页这边有提到百姓的生活准则，比如说这里面提到有一些百姓生活上应该要怎么做然后不可以乱伦奸淫犯禁，这些都是要有一些的这个刑法或是规定不能做这些的事情。好，请大家看一下祭司的规矩，祭司也不是随便人可以当请看一下36页祭司的规矩。好，祭司要分别为圣，不可沾染不洁的人事物，所以包括祭司不能够去碰死人，祭司不能够去碰死尸，祭司不能够去摸一些脏的东西，这些都是祭司要分别为圣的。还有第二个，身体有残缺的不可任祭司的职分。好，所以像我现在眼镜拔下来全部看不到，那个就是叫做不合格的。还有什么？身体上有开过刀、手术过的、有刀伤的，这些都不能够当祭司。所以祭司是要，身体很漂亮，然后这个长相各方面也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范本，有点像我们现在讲那个以前的叫做宪兵你要当宪兵要长到170，然后要有这个至少这个身材不能够太走中类似像这种，都是要比较好一点的。好，然后有残疾的东西、有残疾的牲畜是不可以献给上帝的所以这些都是在这里面提到的。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这个在这个课本是没有的，这是补充资料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到这个东西跟这里面的节日会做一些的对照，抓一下。还有2分钟我们就下课了所以我们就这个给大家先拿着，等一下我们会来对照来看好，这个表就是他画的相当的好，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他们当时的犹太人的年历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月份年历做对比。那外圈的部分，外圈的这个月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内圈的部分里面的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月份，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里面的这一圈，这个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用的那个年历，外面这一圈是我们现在用的西元的年历，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好，那因为我们下一节课要上的就是这个他们的节日所以我们就请大家就
稍微看一下，在36页到37页这边有几个节日是他们当时会过的一些节日。好，我们就休息了哈，休息一下。